大家好，又係我美聯物業 Ivan 啊！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葵芳地鐵站上蓋一個兩房嘅出租單位，一齊嚟睇下。呢個單位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超級無敵多嘅儲物空間，一入到嚟已經有個櫃仔啦，係啦，可以放下嘢嘅。跟住咧就睇下個廳啦喎，又係有好多櫃可以用㗎。睇埋另一邊廳，個裝修其實好好，同埋啲入場傢俬啊做得好靚好仔細，真係租佢冇煩惱，好舒服。望一望出邊個景先啊！今日有啲陰天。擰翻轉頭喺另一個角度望一望啦，好大好開揚好寬敞㗎嚇，同埋裝修絕對掂啊！以租盤嚟講，直頭係優質單位啊！呢個望一望另一個房咯喎，好仔細啊，好多家具包埋，係有床啦，有櫃啦，即係如果多嘢擺啦，一流啊，超級無敵多家私可以用，唔使額外買啊！另一間房都係好多櫃啊，係啊，完全夠用啊，迷你倉錢都慳埋啊！望出邊房出邊嘅景色咯喎，都好開揚。睇埋洗手間、企缸，一齊睇埋個廚房啦，煮食爐、洗衣機，好多廚房用具啊，一應俱全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歡迎揾我美聯物業 Ivan 啊，拜拜。